李翊君的妈妈是我的阿姊啊，所以你是阿姨啊？是啊是啊，但我怎么都没有印象。迄个时阵，你的头壳弄着病。相信你是我的一生中只有一个爱意。思念的歌唱袂煞，你着认真来听。足感恩呢！我结婚的时阵办十桌，伊都有来啊。你甲恁某嘛，两个来包3000块啊。